另类艺术场口边的整个朋友，可让大家还和你收看今朝的所在电视啊。今朝是艺术春秋第30回啊，侪是大结局者。咁大家肯定蛮关心李凤春搭单山凤一对口名鸳鸯的最终命运到底哪哈？我们啊不忘关注者，一道来听以陆建华、黄海华为呢徐阳基、侯显云、施高党为你带来艺术春秋第30回梦鸳鸯。中国人的传统，过春节了是桩大事体，所以到年底后啊，不管富人家还是穷人家，侪是忙忙碌碌，昨天啊去准备买年货，要过年是的呀。每到过年日，大家指望新的一年顺顺利利，那副小灾嘛，三女美人。大人多呢，才要到纸团店里去买点红纸团。昨天呢，红纸团里向要摆铜钿，摆子铜钿做啥？子子孙孙也不离到阿三里。小奴到呢，把马子一年，总算过年节。有的新衣裳着，有的阿三里奴，为的没事吃，为好看戏，蹦蹦跳跳，靠不啥子。哎，辰光倒蛮快。今朝已经是小年夜子，逢春做年头，大年夜，搭个小凤船要到台湾去演出。那么今朝呢，拿小凤啊，喊到该搭地来吃顿便饭，那么随手提前过年。搿逢春啊，做年头等到台湾回转来嘛，要搭个小凤啊，要办喜酒子。所以逢春叫满面春风。小凤，大裁缝店里向拿哈几件新做的旗袍，回答操最市场。绍兴张灯子上月上，那个小凤回不来，现在看见里来么，妖精追过来，手里向拿哈子2张手票。哎呦呦呦呦，小凤啊，先生，你转来着？哎呀，你哪刚刚转来呢？逢春的小王已经追上，搿班手要提前开，所以里头拿个行李已经拿得至16铺上手照。先生，手票不是明朝的，那提前追着。哎呀呀，小凤啊，一个人叫心慌在不断的变化啊！你分听见？刚刚收音机里向有通知个，上海港明朝有七级，偏北不风。哎呀，搿风蛮大了海，所以避风头今朝搿班手夜里向6点钟就要开盖，好少点准备准备，我们得来追呀。小凤，一口行李已经运转着嘛，已经弄新做个旗袍摆一摆哈。根子里忙正手马头而起，逢春梦在谷中。搿里登那个16环线路市场宿舍里向，辣正等营长。伊想得蛮好，明朝呢预备搭小凤啊到台湾去。你也不晓得，你到现在辰光忙正16铺马头去。葛么今朝送手票过来。不晓得等子交关辰光，手票500人送过来，手票不分来呀，一个人得哪来？啥人们绍兴人费阿兵，现在辰光急匆匆过来嘛。李先生，哟，一看嘛，阿兵嘛，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办有事体。阿兵啊，李先生，我看你急匆匆排到该到地来，还有啥事体啊？我等侬话了。哎，我今朝路浪向看到的邵县长这个邵小姐2家头的，往16铺码头去的，看上去出门的。那么侬打我话讲，要出门要明朝的，那么今朝哪个会得到16铺码头去呢？搿里向办有蹊跷的，我搞不清爽，所以我特地到搿搭来问问侬个，到底哪个会见得啦？也是看见个邵小凤啊，就是那邵小凤啦。冯生不相信。3对头6对面，讲得清清爽爽，明朝开售呀。搿哪今朝忙正16铺码头去呢？不对了，对伐？
阿为你弄错脱个。阿斌啊，哎，你马路浪向人这样多，阿会得看错人头哟。李先生，我打了我，还是我喊话一声，我上些人搿双眼睛是尖的，天上飞过只雕，我晓得使用，哪个会看错呢？一定是的。可你讲得实讲实不听啊！搿么想来想去，现在辰光忙着16铺毛团去嘛，不对了海外，搿三凤驾驶员追个说法嘛，背个通知侬一声，一句闲话也明白。哦哟，阿会得到台湾去个事体啊，有啥个蹊跷啊？这个让我到昌嘴市场去看过究竟。对，搿个阿斌啊，哎，快点！麻烦你拉我去到昌嘴市场看过究竟。好个有数，搿么侬行李拨了我了。哈，行李拿弄一弄。好，叫啥个风尘妖精上车子忙着昌嘴市场而去，得知市场宿舍里向一口嘛，人影如哎呀，哪么晓得上当？妖精去问茶房三叔追，这个13当人呢？13当人追脱个子，咦，得落得起来，往马队浪向去赶。那么我听个石先生讲，说啥个今朝的6点钟要开船的。哎呀，中计了！一看手表嘛，已经4点多，人为了成都不路，搿1个多钟头就要开船子呀，搿哪能法子？搿些辰光，叫啥个李凤春就是觉得来，哎呀！身躯绿空，心内家，好是那心体霹雳起风沙。吹心爱里的，那少西装披嘴相逢，心系我，老妹伸手太近。相逢又好，浮生心，难道已经将我怕？我与他共为难，生死将。心心相印不同样，相比其中语气强。如今叫我真心哈。气三兄很难想，搿些辰光的李凤春就是觉得来1个多钟头，赶到16铺马队浪向哪来得及呀？觉得来缩水无差。旁边范亚兵才看得清清爽爽，听得明明白白。想想石先生用尽心机了，甚至也插水里对待。现在辰光骗脱赵小凤，怪脱那李凤春用心险恶，队里忙忙来等那个等耍有啥用噻？还有1个多钟头呀，搿么看
我来，侬上车，我马上拉到侬十六铺码头，哪怕我老命拉脱了，我也要拼命的。哦，嗨，凤春啊，你现在辰光不合乘黄班车子，应该出租车，再不来嘛，三轮车总比你黄班车快。凤春现在辰光只相信范阿炳，其他人侪不相信。阿炳啊，哎，今朝麻烦你要快，一定要快。侬放心，我今朝拼命要拉到侬搿搭去。好好好，好吧，那么侬上车。李凤春邀请上车子。那么来者，侬当心点啊！走来，快，小更快，越速越速啊！再快点，再快，越再快点。越速的像啥个电台哦？哪次你们什往十六铺而去？再是小凤，带子十六铺上守门眼睛冯春子。哎呀，小凤啊，冯春分上守门，哪能寻得着你呢？再是小王，哎，小王了手浪向，根本连个人呢？介绍于人啊，努力偷带子二等舱门，打里瞎配的，回来回去，不让到两高头排队。现在个小凤看不见冯春，寻不着小王，心里想得急着呀。先生，冯春的手浪向的，你讲个呀，根本连个人啊！人啊，少先长想，李凤春根本不让手浪向，今朝要努力拉了这批人。哎呀，小凤啊，先生，刚刚个是要脚死了浪了哇，哪有些人不看见这家啊？哦，刚刚娘说肚皮饿，阿会带手浪先马步去买点么子吃吃个。嘛么子吃？嘿嘿，现在定定眼睛也寻到冯春，所以小凤从三等舱寻到五等舱，那么上去不从二等舱寻到头等舱呢？哎呀，你个手片是三等舱的呀，头等舱、二等舱打不进去。那么再是手浪向个房间也几乎多，人也挤挤呼呼啊，一个一个寻来寻去，介绍寻来寻去，寻不着。四处找寻，心为慌。风尘是非在手藏，一季季大池雷人开，营中媳妇杀西房，身与石头身上撒，几天虚的像是马，身君中刺索心扎风尘啊，你后知把身撒。心儿冰冰天，小身衣裳，莫非牺牲失去了分明，殿后里谁？
先生，先生，你看我吃了手浪向的呀，搿么那个人呢？带进了罗太家先生。哎呀，小凤啊，小凤啊，那个小娘她心上讲绝个人，搿手浪向来看看搿里卡上讲多法子，叫你登浪登不发登，一些些往正手地浪去。搿么你到手地浪么里前脚到受伤啦，你到受伤浪么里一刀子手地浪子，你到手地浪么里一刀子厂里向只小茅屋里向，搿一日头浪你是要幸福上个呀，你非要急啊，你登浪登，哎，总归登得上的，你索性非要转。先生现在对你个闲话不相信这样。哎呀，阿位冯春扶了手浪向讲。注定你的们不走下来是一罪。妹，绍兴张三说不上你一把，拿来骗到手浪不容易。小凤啊，先生，你准备到罗达去啊？我要到楼浪下去寻冯春。你哪想得出个人？你现在到楼浪，反一个手一开，那么多两个人要办法上头，你也不让楼浪。你肯定落手浪向呀！哦，阿伟非要你到厕所里向去个，这个，你等牢啊！先生得来到厕所里去寻，我来得来去寻，千方百计就要耍个首席长，要偷牢那邵小凤。现在个小凤，大概讲这样。哎呀，像我现在到楼浪下去寻冯春呢，还是到手浪下等呢？哎呀，手也开着啊，他们哪背哦？哎呀，搿冯春有家庭记人呀！哎呀，手开着吧！搿些辰光个心啊，要从喉咙口跳出来着，一声气定，真叫惊心动魄。哎呀！声声响不停，能收起两人心里急，事后分。结奔，小世上多心病，谁是喜气，皆不动言的李凤春，路灯夸夸亮。放我来通营，争分得妙该路神，是真你妹妹醉，等我心上神。那气的声声聚我心，码头已经到，南平抬头心，众生何处向前奔？相守意，有偏方。圣君中来了李凤春，会水是
在今生。媳妇，媳妇，红尘，红尘。一生伤命，失去自出天涯，从此两离分。一声长笛，夕阳抛锚，是离我而去。真正太白一点点，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咫尺天涯。哎，随了搿些辰光啊，倒是有人来喊逢春。李先生，李先生，逢春搿些辰光，眼上目犍，充耳不闻。搿么啥人辣辣喊李逢春呢？张莹莹。搿么张莹莹哪会得来呢？哎呀，三凤追之前呀，打只电话拨了你，说你搭逢春呀先追着。哎呀，莹莹想法对哇，逢春这个呀是门家的手票哇，那今朝第谁追呀？还会出啥个事体？所以已经干打干打一口没，手已经开着。三凤了手浪向，逢春了岸浪向们，实在出事体在。但是随了搿些辰光，甲板浪向出现一个人，搿个耍得让人丁天明。丁天明出现在手艺，里内看点香烟把一回吹。老兄山，病内七人比三人战，一难得。我不反复比的我是来，14人中了拉龙脊，那冯姑娘跟我去谈。喂，风尘可见，丁天明想不得你从中得贵呀，心里下恨啊！风尘此心头恨。那丁天明内中龙脊怪，曾记得沧州市啊，生死呀，
齐齐在心开，如今十下秋他四多季，半大鸳鸯两分开，小凤啊，你要洁身好，放牧归。我奉承等着你回来，小凤是放风尘，人放风尘你也等着我回来。妻凡女难忍受，哦，相见时难，必难堂下相思泪。依依难分开，有情深，要深就说难难难。一说声声，一诉声声听悲。到台湾去的人数啊，一个礼拜只有100。邵县长大致小王小凤大致台湾地段脚跟不晓得了罗达，为啥么因都不是果子牌子了公开演出呀？里都是这个党委，所以你都得罗达去承认。辣上海啥个么钱呀了啥那个种随本结婚是一个骗局，是一个丑态。那么李凤春和佘小凤的命运是如何？那听你一一道来。佘小凤打台湾，丁天明佘县长欧昂相比，来势淫秽。佘小凤只得以死相对。宋德已有枪决，转弯为我们中手灭遭劫难。秘密地我打到香港，来全从杜先生们相距离出龙台。杜先生通过朋友拿小凤嫁居到香港，才签署了签诗会。小凤全情充足，身体欠安。一切医药生活费用，侪由杜先生承担。相信不了凤春，但是不把信息回来。对对过对，再要回上海，已经有麻烦。小凤心情不佳，杜先生耐心求回，实在等一等，可能有信息来。哎，有消息说，凤春整整等至2年，等得了新会以来，终日里尚需多态，哎，仍有隐隐作备。上海当地恩义所事，姐姐妹妹都散了起来。十举身形送故事，
奉承的殷殷，配人一对。小凤的心愈喜愈悲，悲则悲，但奉承各头情思难为为。喜则喜，奉承与之红颜知己不孤单。杜先生为人忠于老实，对朋友口敬口爱。杜先生对小凤只有爱慕之心，但是朋友之间与其从事散。小凤决心怕水军。杜先生尊重下官。李凤成、张莹莹、杜先生、邵小凤决定两对，你都是命运的安排，婚姻的错位。邵小凤是非为上海，后日再相会。听众朋友们，所语非语，代代猜猜。你说的挨打，文章无匹，得听众朋友们道一声再会。嗨，观众朋友，一共30位艺术春秋带精彩全部播放结束。下条张世金、雷云石两位老师为其带来各上海的作品，也要感谢全体演员的精彩演出。更加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一个多月来的陪伴。那么从明天开始，就为您安排的是苏州平台头中青年演员专员高素云话剧专场。观众朋友，你们再会。平台活字典每天第一点。班服，啥叫班服？搿个就是指故事当中的游人或者是血团先烈。那么放血团呢，必须要经过前团的铺排间，有至门前的铺排，再还有后团的血团。那么再有一个血团呢，像班鼓上讲要抗海间，要班海，但关键的辰光，砰推出来，那么有野歌。三个女平台呢，还经常要到香港台湾去演出。搿搭点的观众尽管听不懂苏州闲话，但是还是非常的欢喜平台，因为有现成的字幕跟进，你都可以一边看字幕，一边看演出。那么一样可以心领神会，但是呢，搿字幕是要求特别的严格。你讲放学团，再有一个班服一定要分开，你行下去分屏，不能一举头全部推出来。对于这来讲呢，演员为了让台浪向铺排来，旁边个字幕浪向一头跑，全部打字出来者，搿个谁影响现场的效果，所以千万不能推班服。简讲，搿个呢是指双档或者是3个档、4个档。搿个演员辣演出的辰光呢，上下水之间搿个色场间接辰光互相的提示，互相照应。举个例子，上水说话，砰挥拨了下水，葛么下水再过去呢，马上随一唱一档唱片仔。那么搿些辰光呢，上水随再过到下水的现场情况，一个面头个，一看海里琵琶嘛也拿起来了，音嘛也改正了。不能死人不管讲，啥个说话捞得我才不管着。搿你不管你上去别人也弄强个呀，让你心急慌忙去改琵琶，台上出洋相，搿只警告没有警告。那么为叫规矩，啥叫规矩呢？就是故事当中各个环节的连接部分，三个像蓝色胶具浪向的身段，上下水之间的衔接，随时要看规矩。规矩接得紧，自然好听。搿个三个像打篮球一样，跺来跺去，紧密配合。假使说规矩接得不好，水会得高，会得散，所以不尽参战。